慳字嘅意思我幾廿年前已經知，慳一個字就係慳呢一個字，其實慳有極深層意義，唯有一齊做先至有意思。慳啲嘅你哋會救得翻你哋，係有任務有義務嘅道理，用得嚟慳慳地，全一地球就快頂唔嚟。北極冰層幾時所剩無幾，你咪想浸眼眉，就睇你自慳任務。享受陽光海灘啊，或者到外地吃喝玩樂啊，都係唔少香港人夢寐以求嘅。一到放假啦，大家都會諗下要遠走高飛，離開香港去鬆一鬆啦。一講起玩呢，大家就會諗下去邊度玩，乜嘢最好玩，好少會諗玩嘅時候可唔可以環保啲，錫個地球多啲。因為如果我哋繼續係咁玩啊，真係唔知個地球仲可以玩得幾耐。咁今一集嘅自慳任務咧，我哋會講下作為一個旅客啊，乜嘢行為咧係會影響環境嘅。我哋仲會教大家一啲旅遊自慳貼士添。嗱，要睇下大家去旅行嗰陣時會唔會影響環境。今一集咧，我哋會加埋年輕貪玩嘅拍檔 Crystal， 佢會帶我哋嘅攝製隊啊出埠去搜集資料。請問你去邊度咧？我哋會去泰國一個香港人嘅旅遊熱點，睇下啲遊客嘅一舉一動有冇錫住我哋地球。嗱，夠鐘俾你飛咯喎，咁你加油啊！好啦，拜拜。Crystal 啊，你知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噶嘛？嗱，你今次嘅任務咧就好重要啦，最緊要係教識我哋做遊客嗰陣時咧，應該點樣做啊，先至可以減少對環境嘅影響啊！得啦，盧盧，我哋第一站嚟到有東方夏威夷之稱嘅芭提雅，呢度係泰國一個好重要嘅旅遊勝地，亦都可以好清楚咁樣睇到旅遊業點樣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。呢度除咗有陽光同埋海灘吸引遊客之外，周圍仲有好多娛樂設施、餐館同埋酒店，四周圍都好熱鬧。原來喺大約20年前，芭提雅只係一個好簡樸嘅漁港，天然資源豐富。隨住越嚟越多嘅遊客嚟呢度度假，呢度嘅旅遊設施亦都越嚟越多，但係好多嘅野生動物咧都被逼遷離佢哋嘅原來棲息地。嗱，沙灘對出一大片嘅海洋就成為咗水上活動嘅集中地。咦，睇嚟快艇咧，接你同埋大家出去玩嗰陣啊，都會影響海洋生態嘅。快艇開動摩打會引起噪音污染啊，漏出嚟嘅油污唔單止污染海水，仲會散布化學物質，威脅海洋生態嘅健康啊！一啲近岸嘅水上活動咧，好似水上電單車咁，都會激起好多人工浪花，侵蝕我哋嘅沙灘同埋海岸線。水上活動產生嘅渦流啊，仲會影響珊瑚礁嘅浮游生物同埋魚添。其實唔單止玩水上活動，就算玩水底活動，遊客都有機會會破壞環境，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。嗱，我哋參加一個專為遊客而設嘅水底活動，不過就發現工作人員冇乜保護海底生態嘅意識。嗱，咁我啱啱咧就係玩完呢個海底漫步啦。咁其實咧去到咧主要咧都係落到去海底啦，去睇啲珊瑚啦同埋啲魚仔㗎。咁當時咧有啲工作人員咧都會示意我咧去摸下啲珊瑚，又或者咧係擺隻海參喺我手度咧，俾我捏下佢哋，同佢哋玩㗎。另外咧佢哋更加咧嘗試咧掹咗海膽其中一條刺咧去俾我摸下。咁同埋咧又會俾啲包我啦去餵啲魚仔。嗱，呢段片係我喺水底影㗎，嗰時都有幾多遊客喺度。嗱，工作人員呢就會帶住我周圍走，行咗一陣，佢就示意我摸珊瑚。嗱，見我唔敢咩，佢會捉住我隻手去摸。嗱，冇幾耐啦，另一位嘅工作人員就攞咗塊麵包俾我。嗱，唔係驚我肚餓喎，塊麵包係用嚟餵魚㗎。跟住佢又攞咗隻海參，叫我感受一下個質感。冇幾耐，佢又拎咗隻海膽俾我睇，佢仲突然之間掹咗海膽一條刺俾我摸下。成個旅程20分鐘，工作人員設法令到遊客唔單止用眼去睇海底世界，
仲可以同海洋生物有接觸。嗱，除咗喺泰國咧，喺香港同埋台灣咧，好多地方都可以玩浮潛同埋潛水嘅。咁當你落到個海睇見啲珊瑚咧，用隻眼睇下佢好咯，千祈唔好揾隻手去掂下佢、摸下佢，因為好容易傷害到佢㗎。先翻嚟香港，環保人士 Alan 啊，中意嚟西貢海下灣呢度咧玩下浮潛，睇下珊瑚。佢話有啲珊瑚1年啊先至生長幾毫米啊，俾人整傷，好可惜啊！因為珊瑚咧，主要係靠佢哋啲觸手啦、珊瑚蟲咧，好柔軟嘅部分咧，嚟到捉水裡面嘅生物嚟到當食物嘅。咁如果我哋不斷搞佢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容易呢啲咁脆弱嘅組織就俾我哋傷害咗。當我哋傷害咗嘅時候咧，其實好易受到細菌感染啦。長遠咧，可能令到珊瑚咧，佢將佢哋自己裏邊用嚟做光合作用嘅珊瑚蟲咧吐咗出嚟喎。咁吐咗出嚟之後咧，其實珊瑚咧就做唔到光合作用，其實令到珊瑚咧不斷喺度捱餓，最終咧就會令到我哋見到咧我哋所謂白珊瑚白化嘅現象啦。嗱，呢段片又係 Crystal 喺泰國嗰邊影嘅，啲遊客咁樣喺海底餵魚都係有問題嘅。唔同嘅魚咧喺個生態系統食物鏈嗰度咧有唔同嘅角色嘅。如果你餵飽咗啲專係食負責藻類海裏面嘅草嘅魚嘅時候咧，佢飽咗嘅時候咧就唔會再去海珊瑚礁度食翻相關嘅草啊藻類嘅動物，咁令到其實咧成個珊瑚礁咧慢慢咧就係俾啲草類咧覆蓋咗。因為其實珊瑚咧係好依靠光合作用嚟到產生能量噶嘛。如果當個珊瑚礁俾啲草啊水藻咁樣冚住咗嘅時候咧，做唔到光合作用咧，最終其實都會令到成個珊瑚礁死亡。大家出海玩，去沙灘玩都要多啲留意啊，減少對環境造成嘅破壞。好啦，我哋又去翻泰國嗰邊睇下 Crystal 仲有啲咩發現啦。嗱，唔少旅遊城市為咗吸引遊客參觀，都會配合當地嘅生態資源，搞一啲嘅噱頭活動。我哋就去咗一個聲稱可以釣魚嘅水族館，不過釣嘅唔係一般嘅魚，而係鯊魚。嗱，呢度就係曼谷一個動物園裏面嘅鯊魚館，都吸引咗唔少遊客嚟。嗱，職員每人派一支勾咗魚脷嘅魚竿，原來係俾我哋愛嚟餵鯊魚。館裏面有個200尺嘅魚池，載住30條半隻手咁長嘅鯊魚仔。嗱，可以咁近距離同啲鯊魚接觸，有遊客表現得好興奮，竟然去打去嚇啲鯊魚，不過就冇人阻止。你想打下佢？係。打唔到佢啊？打到啊！打到，好好玩啊！仲要引佢過嚟。但你 feel 到係打到佢㗎 ？feel 到㗎。佢驚啊！得，你食我唔得。打中咗幾隻啊？你？隻都打，隻都打到。如果佢咬我嗰嚿嘢扯住啲嘢飛翻去，你估會把大個口放翻出嚟啊？ Yeah. 似乎唔單止啲海洋生物啊，連陸上嘅動物都被逼做旅遊大使。係啊，同場仲有一個大象園，都係做遊客生意。嗱，騎象嘅活動當然大受歡迎啦。大象原本係野生動物，點解會咁乖，一隻隻排喺度俾人點3點4嘅呢？嗱，負責馴服大象嘅人就顧名思義叫做大象夫。嗱，大象夫咧就係揸住呢把咁尖嘅鈎去指揮啲大象。嗱，有啲嘅象腳咧仲扣住咗個鎖鏈。嗱，其實唔單止呢啲大象失去自由，連馬戲團動物嘅命運都係一樣。我上網都揾到一啲馬戲團虐待動物嘅片。嗱，呢段片咧係美國一個保護動物組織拍攝嘅。相比喺大自然自由自在生活啊，呢幾隻獅子咧就被逼離開家園啦，仲要逼埋喺個籠裏邊。馬戲團為咗訓練呢啲北極熊咧，將佢哋綁手綁腳。老虎周不時就被鞭打。嗱，睇咗咁多片段啦，嗱，大家不妨反省一下。嗱，我哋去旅行開開心心嘅時候咧，有冇將我哋嘅快樂建築喺生態環境嘅悲哀上邊呢？想旅遊綠色一啲咧，我哋可以從好多細節度着手諗下計仔嘅。一陣翻嚟咧，我哋會教大家好多旅遊自慳 tips。咁啊，唔好行開啦，一陣翻嚟自慳任務。Yeah.
任務。